早晨，早晨，今日天清氣朗，陽光普照。我哋簡單早餐完，就沿住酒店散步行去開元寺。福州開元寺位於福州市鼓樓區，係福州現存最古老嘅寺院。始建於南朝梁太清3年，當年個名叫靈山寺，後期改為大雲寺。到咗唐代，再改名為隆興寺，以至去到開元26年，再一次被改名為開元寺。有過千年歷史嘅開元寺，以前係皇家寺院、宗廟，亦都係著名藥師佛嘅道場。多年來曾經遭受多次嘅破壞，去到1657年重建，由當時嘅康熙皇帝親筆題寫匾額。依家寺廟內現存有一座鐵造嘅阿彌陀佛像，重約10萬斤，屬於福建省保護文物。寺廟範圍都唔細，又有過千年歷史，係值得嚟參觀下嘅。緊接下一站煙台山，地鐵上藤站落車，大概步行10分鐘到達。煙台山屬國家3A 級景區。初初聽到煙台山個名，純粹以為有個公園、花草樹木之類，都係諗住可以食多幾餐，而過嚟行下消化下。原來成個煙台山好大好大㗎，除咗花草樹木、亭台樓閣休息區外，仲有好多歷史建築物，領事館舊址、教堂、文青區、商店街、圖書館、劇院、書院等等，範圍大到嚇死人。
當然半夜一定行唔晒，所以我哋都揀咗一部分行到嘅順路嘅去行。行到攰攰地，又可以喺啲特色嘅 coffee shop 唞一唞。福州聖約翰堂1861年落成，係英國聖公會為喺福州定居嘅英國僑民修建嘅一座哥德式石頭教堂。1992年被列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。一路行過嚟，四周都有紅磚牆建築物。英國早期公寓建築，外貌集合中西古典風格，商業味唔算好重。回程可以搭巴士或者的士，但我哋揀過對面馬路沿海皮行返去上藤站。煙台山外圍，邊行邊欣賞。
煙台山其實有好多餐廳，好多美食。不過最後我哋揀咗一間地道嘅小食店，食當地午餐。今日曬住行足幾個鐘，所以好攰，又覺得商場來來去去都係嗰幾味。名店衫褲鞋襪精品飲食店，基本你諗到嘅人哋都齊。所以我哋係咁以兜個 round 就返去小睡片刻，留返啲腳骨力。抖足精神，繼續出發。上下航搭地鐵1號線，搭到站落車，步行大概10分鐘就到啦。途經都有幾個批發市場同超級市場。福州市上下航歷史文化街區，簡稱上下航，又稱商航。屬於國家4A 級旅遊景區。上下航已經有400幾年歷史。有興趣嘅自行維基。而我哋對於上下航嘅感覺係，雖然同樣係商店街，但就冇三房七巷咁商業化。無論舊嘅建築物景、河景、橋景，日頭定晚黑，影出嚟嘅效果都好靚。趁人少少，食個晚飯先。是但撞就呢間啦。餐廳都幾大下，餸菜又多款式，味道 OK 咯。越夜越精彩。人多咗，店鋪開晒，加上燈光效果，食飽橋邊散下步，清風爽爽，正個胃。有胃口嘅，仲可以食個甜品，嘆杯咖啡。再唔係，就好似人哋咁，
上船仔環遊下。有小手作檔，busking 都有。大致上行完，今日超額完成啊！係時候返歸休息啦。下一集，福州西禪寺西湖公園寄海自助海鮮餐，冇限時。今日第一次聲畫同步，希望唔會嚇親大家。自問講嘢冇尾音，冇高低音，骨累脆。我自己就有啲小驚，感覺怪怪地。希望之後會好啲，請大家多多包涵，多多支持。